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被人报道讲，失业的期间，有法度买7200万的厝，外界质疑讲，这个钱是对倒位来的？当时佫听讲，伊甲台北市业贷款1400万，历年立委呢，指明讲，一般人根本就无法度贷遮济，这毋是特权，无啥物是特权。有网友点出讲，以买二手的厝付款的方式来看，买卖之间共款会使赚差价。伫台北市南港的千万豪邸，就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标出炒房争议的主因。8年前，伊无工作，煞订了一户7200万的厝，也佮团出向台北市啊借贷1400万。一个中年人长期没有工作，离开立法院11、2年，转头可以去施压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们这一群有权有势的人，经过协调会，还可以跟卖你房子的人多借了20%，这不叫特权？什么叫特权？民进党立委透嘛，伊利用特权买厝，也佮有网友以易受恶的付款方式，点出只要提借贷2成贷款，免开1千银，就会当买豪邸。引起网友口说，就是这上厉害特权，一般百姓。不过专业的帮伞专家认为，韩国瑜选择脱手的时机真巧。买一手也是想赚那个增值啦，发觉苗头不对，因为你政策改变嘛，我贷款要自备款多2成，所以我觉得韩国瑜还是蛮聪明的。台北澄清当日法令更改，豪邸贷款7成变5成，买家无法度负担，因此对住户提供借款是通案。但是金管会嘛强调，韩国瑜的借贷分20档型无啥合理，种种的疑点，嘛，互这7200万的豪邸风波，一时阵无法度平息。